手势一转来，年夜饭送得来着。还是包90包。我正好10块便宜货。哎，3个分账呀。9点5公斤。你一只菜碗，你2个人吃得几年50家？那我还是你来的。搿么啥人3家？为什么不是？搿么哪7家？一个3开过，一下3，一下开。你老大去没得来个家？一个马上到底是，你今天开车子看看，哎，不能吃了这个啊。哎，电话侬会得唱歌呢？3点4分过去了，省人得了。你该开脱呢，搿么还开着哇？开门也没60岁，哎，我有阿家长会晓得。我弄脱了，先试试呢，2180头啊。2180，2180我。哎，2180。你弄个是能弄个？你马工资我带你开牛啊。搿是你今年年夜饭用不到30万，用不到大厨子。菜死！小朋友辣等吃菜的，就搿5个人3菜啊，这还开一只工资。人家喊吃为这个工资喊。3喊2喊比1喊。挺难的，农业那个。清了为零。再点，你2点7到最近在。少人个呀？现在3点4分单位自己先菜，来了一个铁板花鱼。那。哦，另外，人对不对了？你是不给人家开外棚的，你是花人大饭吃的，你今年同样肯定是这个的，用不到 F3的。自动，这是第6块。啊，这个哎，我看下来我现在，你吃中只牛肉了还是？酸香锅开子半日子。哎，比肉里腾出来个人，还变不来，变成一个不就吃了。小朋友去做作业子，整个作业间7点钟我要上课。啥人呀？啥人的？没空到没养饭呀。哎呀，你也刚个所有作业你写的呀。哎，现在3个家长读书。来来，侬外甥新闻马上来着，你好过还3只。你讲什么话？外甥新闻也来着。外甥新闻也来。哎，外甥来。搿么鱼啊，来上3好狗啊，下来。到了边上，你看。来里读书上去，今朝我提问看见你做桩事体，所以你忙杀狗子来，恨得不得了在。哦，你菜搞花人干，对，我也忘记脱在。哇，关键等吃，今年年夜饭3只啊，付出来快点啊，再翻刚才。哎，3个屁！来，快点吃吧。这个运动里的拒绝还是搿个。你什么？你听我闲话，2个字。我来讲个，爷娘也听我话。对，我来高头顶2字。是个呀，你经常。年夜饭发财，主动性年夜饭大卖。分走了2号里，我还得来，我必须还得来。阿多，我是02年，这还前天要来些。阿多。皮不晓得个人来着。哎呦，先生啊，来，别落个菠菜。我跟你讲，你都吃到一个菠菜，应该想到一个人，还有啥人？来一名。不对，吃到一个菠菜上有菠菜丝，菠菜个子汉子。吃到一个菜，你应该想到一个人，金饭碗，一个是带你到边啊这样的地方，像是菜硬是丝牛。吃2个菠菜还硬是要丝牛了。今晚帮忙。好，帮忙，肯定帮忙。你到娘讲再一趟啊，对吧？帮你讲个再一趟啊。你晓得屁？是个话，晓得子女谁回来吃一顿饭。实际上接下来你屋里向有用动力的地方多的是，再有大半年甚至随夜养出来的，眼睛再一眨，随夜上幼儿园到3号。你看看你屋里个地板、墙头、门框、纱窗、窗台，不重新装修，那还来塞？你哪不想着讲？